係咪有種愛，無論面對幾咁深嘅背叛，都仍然難以割捨？今日，我哋將一同深入聖經嘅記載，去探索一個跨越千古、觸動人心嘅父愛故事。佢將會顛覆你對愛嘅所有想象。大衛王，一位被神揀選同高立嘅君王，佢嘅親生兒子押沙龍竟然選擇舉兵叛變，試圖奪取佢嘅皇位。呢場父子相殘嘅戰爭，最終以押沙龍嘅失敗告終。然而，當戰報傳到大衛耳邊時，佢所聽到嘅，並唔係勝利嘅歡呼，而係一個令佢肝腸寸斷嘅噩耗。大衛王撕心裂肺咁呼喊：我兒押沙龍啊！我兒押沙龍啊！呢份無條件、超越一切嘅父愛，即使面對背叛同死亡，依然不變。呢個故事深刻提醒我哋，神對我哋嘅愛亦係如此。無論我哋幾咁背逆犯錯，他嘅心依然充滿憐憫與溫柔。正如聖經撒母耳記下18章33節所記載嘅：我兒押沙龍啊！我兒押沙龍啊！